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7日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为着要拼国会改革5法，会当伫5字控进前3讨。南北的立委透明是轮班守伫立法院的外口，要伫今仔日的立法院会摆案的是抢头香。伫透早6点45分，民进党团雄雄出现伫议场，和国民党团小 A 发生冲突。也若早起7点的时，议场的门开开，哪赢有人数优势，顺利抢到头香。国民党立委伫议会门口大步旁排队，为要拼国会改革5法，伫5日控进前创关3讨，15发动轮流酒迷，希望抢到17议会摆案的头香。民众党立委也加入轮班，民众党团副总调黄珊珊，也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拢去探视。朱立伦表示，希望这摆国会改革方案能顺利过关。民进党过去在野的时候，长期承诺大家的所有国会改革的方案，他执政8年完全丢弃了。那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强力的找回来。今仔日议会要审查立法院这款刑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11案，早起9点到10点是各事论坛时间。民进党团无排除推出人海发言战术。另外，16个调解协商也确定，在5月31日邀请准行政院长杜荣泰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不过，准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调解对通文通达或者是即文即答依然无结论。一个政党完毕就回答，一个政党完毕就只有3次回答的机会，这就是变相的即问即答，取代赖清德总统来帮他做决定。柯总统权力有这么大，我们也尊重了。环岛高铁花东快建设特别条例草案1个月协商冷冻期已经到期，调解协商各表出火花。郭建明指出，立院推动特别条例，并要求行政院编列预算，重大交通建设应该由行政权发动。黄国昌反倒来批评2005年有40个立委共同提案石门水库整治特别条例，并不是行政部门提案。当初民进党要参加，这期郭建明商定标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准总统赖清德后礼拜1、5日控要就职，美国总统拜登有指派代表团来参加就职典礼，由拜登的前特别助理带团，名单内底嘛包括小布希任内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也个 AIT 的主席。另外，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的国务卿蓬佩奥嘛讲会来参加。未来新政府会持续投入更多的资源，坚定打击诈骗，强化社会安全与维护社会治安。民进党中常会强调打击诈骗是未来施政的重点。赖清德5日控就职总统，美国总统拜登指派参加典礼名单，由伊的前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会议主任迪斯带队，成员包括共和党籍的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也有 AIT 前主席布瑞泽、现任主席罗森伯格甲厝长孙晓雅，向总统赖清德恭贺以外，嘛要传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The United States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s administration and leaders of all of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and values, as well as furthering our long-standing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我们这个民主的相关的进程也受到各国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很欢迎所有的外宾访团都来参加。美国特别提起派遣由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台湾符合一中政策，嘛依照往例，北京来做选择用军事施加压力，也是胁迫台湾做回应，是挑战的行为。另外，前美国总统川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对外表示，伊愿来出席，对这件代志外交部回应拢有掌握到，会伫适当的时间说明。
党团的这个成员来看，我觉得规格是跟过去是相当的，是持平的哈。他的政策立场非常的清晰，那也非常的鲜明，也是注重是持续性。学者分析，这届美方跨党派代表团规格甲以往同款，像2016年蔡总统第一任期就职的时阵，是由政府的代表可带团访台；2008年马前总统的第一任期，由前白宫幕僚长卡德带队。李台中指出，显示美方的立场都是希望维持现状，提醒中国莫徛空扰乱。记者综合报道。新总统、新政府特别上任，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昨昏伊主持任内上尾一届行政议会，嘛带内阁总辞。也若针对咱国家的能源政策，准经济部长郭志辉有对外表示，伊认为核能是清气的能源，这嘛引起讨论。大家即马都在回讲，安尼未来咱国家的能源政策敢会转转去放核电？严格经济部是强调讲，非核家园这个目标无改变。5日控进前，行政院长陈建仁甲各员做伙比赞，伫行政院长大楼迄毕业上，16行政议会通过内阁总辞案，送请总统蔡英文批准。到19任期结束前，内阁未阁核定重大政策，敢若处理例行性、商务性的事务。各部会在既有的施政成果上，会努力来继续精进，并妥为传承交接，让政府的施政无缝接轨。台中市长罗秀燕笑笑的第二尾仔坐车离开，陈建仁入来最后一届行政议会，六都首长甲罗秀燕上北出席，强调向单内阁说谢，协助台中推展轨道建设发展中心2期。不过，准经济部长郭志辉讲到核能是清气的能源，佮表示核电由多数人同意做决定。准环境部长彭启明也讲，爱全面同意才有可能延役核电厂。新政府是不是检视调整能源政策，外界拢在关心。最近的风向很像有一点点，大家很像比较支持核能。一定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要取得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赞同，我们才能够走下去。经济部补充说明，政府对非核家园的目标，也个发展绿能的努力拢无变。5日抗要到对华加强对台打压，中国国台办各点名制裁外台湾政治评论名嘴。伫要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不利两岸发展的做法，会伤害双方的季节，不利于两岸发展，而且不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任何做法，我想是伤害了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我想这些做法在台湾是不容易得到支持的。陈文灿表示，希望对华一旦坚持互相尊重、善意对等，这才是两岸交流的大方向。5日控了后，两岸关系会安怎变化，各界拢在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进前一直在传讲总统蔡英文落任进前会宣布特赦前总统陈水扁，不过即马内阁已经总辞嘛进入看守的阶段，特赦的行政程序嘛未赴啊。总统府伫昨暗嘛做出回应。总统府的发言人是表示讲，相关的程序拢爱依法处理，而且嘛无这项决定。伊强调，讲总统府自头到尾拢是上界关心的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健康。也若陈水扁的后生陈致中是有对外表示讲，因兜伫海外口座的这个钱毋是不法所得，所以因无可能认罪。因愿意提供甲这条钱捐予国家，也毋过这个钱毋是因的犯罪所得。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偏东风，各地是依次侪云到好天。咱来看温度。东半部伫今仔日有31号，也若过昼了后，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宜兰花莲温度拢会回升，日时的高温有28度至32度，早暗的温差会较大。也若明仔载到后日，中南部同款是温暖烧热的天气。明仔载受东北平的低压方面影响，北部、东部水汽拢会增加，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的雨嘛有可能会落较粗。大台北嘛有短暂阵雨，过昼了后，西半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来关心台南早冬稻啊，当地结穗，拄着落大雨，佮穿高温，真侪山区拢出现稻热病，有拍切的影响收成。也佮有即马伫东山区的菜瓜嘛，敢若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出现农业损失。台南市的农业局都呼吁农民，若是有发现灾损，爱赶紧通报。
这是台南后壁区青吟吟的稻仔田。不过，斟酌看这寡差不多过20日就会当采收的稻仔所出现白穗的问题，部分的田无遐严重，白穗较少，有的煞是一大片。而且，毋但伫后壁区，包括关田、下营、新市等等的所在，拢有烧伤的情形。那讲迄以前落遐雨影响啊，较慢的就无，较慢的就无着白水啊，气候那就气候性的。白水的都袂管巴掌，都变风炮弹啊，一冬无两回无补啊，就今年那就培粉掠较强啊。一个是稻热病，还有一个是恶化敏虫咬的也会这样。可是现在目前田间看起来几乎都是稻热病。那今年稻热病比较严重，我是觉得说跟气候也有关系，因为今年气候热不够热，凉不够凉，其实这个就是最适合稻热病发生的时候。初步调查评估有头1成到3成的损失了哈，因为水稻已经不适用天然灾害救助哈，回归水稻保险了哈。看材料发现，特殊白穗的原因可能就是稻穗热病，造成稻穗内底无肉。台南11号是内底上界严重的品种，平均稻穗超过2成栽损。即马有民代要求农业署看灾，希望厘清台南以及做稻穗热灾情。另外，东山区嘛出现菜果受损的情形，当地农民怀疑跟气候有关系。一般是气候那个温差太大，所以丝瓜产量差啊。如果太热的话，它就比较没有办法采收了。就是它结果率就会变得更差。这时候应该是产量最高的时候啊。结果今年还不到1-2成啊。对啊。东山菜果的农损情况，目前要等公所调查了后再来统计。台南市农业局呼吁农民若有灾损，要赶紧通报。因若稻仔受损，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启动稻仔保险理赔的作业，让农民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财政部公布上新国际时政，平均每一个国人负债27万4，这是创下历史新高。嘛，互在野党的立委批评讲负债破表。财政部是解释讲，到5月70为止，国债会增加是因为短期资金调度的关系。今仔日的市政府就会承行480亿，安尼平均每一个人的负债会当降到27万2，这是含英国币债，无加嘛无减。来关心中国时报，国立台湾文学馆龙年有推出吉祥物阿良，互网友掠包，讲是抄中国的创作者的作品。毋过文学馆赶紧提出证据，讲是中国抄咱的才对。想袂到是咱的厂商讲白才提出假的证据，即马换咱去互洗面。台文馆是赶紧回实的。来关心自由时报，4月初3，花莲发生大地震，道路距中环抑个大高线，这个公路拢严重受到损害。交通部对外表示，台北线中环公路道路距路段有4个明磅坑，改建的时程恐惊要做到2026年的年底。来关心台积电伫美国的凤凰城厂区发生爆炸，造成1个人死亡。台积电表示是外包商在运硫酸的时车道崩溃，造成这个司机不幸过亡。这台消防车就是伫台积电美国厂北凤凰城第43大道甲粉鸟国路附近。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伫美国时间15号下晡，现场有1个工人重伤，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倒来。It's scary seeing the fire trucks and not knowing what's happening, and obviously, hearing that it's potentially only one person that's hurt. There's thousands of people that work here, but there's still obviously that immediate fear. 现场包括凤凰城、吉伦大尼、甲楚国山消防局，拢赶紧派人去现场。透过当地媒体直升机的画面，显示现场有真侪紧急单位的人员。根据了解，现场无爆炸甲导火的情形。有风声讲，司机发现车有故障，检查的时阵因为开关断开，才会受牵连。针对这个事件，台积电发声明表示，是一台外包的称运废硫酸的车故障。这个外包商的司机伫落车看车的情形的时阵发生意外，救护车第一时间甲人送去病院。现场由消防单位做事件原因的调查。这个事件未影响营运，或者是工程的进行。当然，先厘清责任的归属。再者的话，就是要观察台积电以及亚利桑那的工会以及当地政府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些问题的存在。
大只电美国地已经将原厂4月份进入前生产的工程，按算明年顶半年量产4奈米。大只电强调讲，美国厂的营运甲工程拢无受到影响。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当地建筑工会表示，希望所有监管的机构对这件代志彻底调查，确定敢是有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厘清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南海太平岛今年完成码头征收，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明仔要带南北立委登岛去慰问官兵，因为南海的情势较复杂，民进党就批评讲安尼死做是在无事惹事。严格前太平岛的指挥官李根基是认为，立委带团去宣示主权是咱台湾向国际发声的好机会。太平岛伫南海重要的航道，有关键的战略地理位置。政府开17亿，今年完成码头的征收。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会带领国民党、甲民众党几个立委去太平岛考察，慰问当地官兵。按算17会去屏东带一暝，10月透早搭运输机飞去太平岛。除了伫南疆所约国比头前翕相，嘛是视导战备操演，视察新起的码头，下晡才等来屏东基地。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那也不可能引起任何的纷争，因为既然我们认为是我们的领土，其他的大家有意见的，我觉得这更可以激发我们应该要明确的表态，大家才不会去忽略掉我们的生所的权益。南北立委做伙去太平岛，国内出现无同的议论，另洋指控讲因是麻烦的制造者。马文君批回讲，蔡政府长久以来无咧要以南海政策。透过考察向国际宣示台湾有太平岛的主权，也让民进党李坤城讲，这个举动恐怕会引发负面国际的效应。有民间团体质疑讲，南洋立委甲中国是来新通外规，杜绝蓝白立委跟中国合作，用你的纳税钱在台湾帮中国工作，把台湾拉进中国。目前南海情势紧张，菲律宾最近动员百多架民间的船去南海的黄岩岛宣示主权，中国警告会反制。美中嘛伫南海持续竞争，不过前太平岛指挥官李景基认为讲，这颠倒予台湾突破的机会，向国际来发声。不管是印太地区，或是中美其他等等的国家，都能够知道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保卫南沙太平岛的决心。你发现到说各国比我们的动作要大的很多，那么我们是做的太少了，而是不是做的更多。台湾在这一块是慢慢的被边缘化，我们几乎看不到，包括在南海这个整个主权争议的过程里面，或者说国际仲裁的期间，我们都很少发出声音。南海国际看作是火药库之一，学者分析，台湾低调处理南海政策，提出台湾在南海的议题，最近这几年方便演化。应该重新调整，使用太平岛的优势，甲区域国家建立安全的对话。记者综合报道。因日本的自民党和医新会有5个国会议员4月底时因是去钓鱼台，中国的海警船随挖去动。这是2013年以来日本的国会议员头届过去钓鱼台。中国批评日本在起无空，不过日本的议员是强调讲因有钓鱼台主权。日本前防卫大臣赵田平利甲自民党、维新党等5个国会议员伫4月17日去沖縄，甲在地调查团访问钓鱼台特殊，各用无人机顺势岛屿甲附近区域。毋过伫登陆岛屿时阵，煞互中国海警船想要接近阻止，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了后也介入阻止中国海警船。非常に緊迫した状況にある現実を日本の国会議員は実際に見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した。その上で、海上保安庁の活動を法的にも予算も支援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中国外交部捌伫4月29回应指控日本登岛时抢下行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表示采取措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也喺日本遵守中日4点原则共识，停止挑战单方面升级属台罪犯。中国甲台湾拢主张有钓鱼台主权，不过日本伫2011年9月11日正式将钓鱼台国有化。4月27日也是日本国会议员为2013年了后，佫一摆访问钓鱼台历史，对中国阻止日本议員佫一擺表示，日本有钓魚台歷史嘅主權嘅立場。尖閣諸島は歴史的にも国際法的にも我が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り、領土問題は存在しないというのが政府の立場です。
日本国会议员这摆领导是针对钓鱼台特殊的体育生物甲生态进行调查研究。自民党参议员陈连宏表示，甲10年前这渔船上岛调查比起来，即马中国海警船会逼近日本调查团渔船。对中国海警船引起进日本领海3天后，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在钓鱼台定期管理维护，佮对钓鱼台周边海峡资源调查，看作是国家目前要务之急。公司新闻单是董朋友。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收盘是创关到历史新高。第16个时，道琼指数开盘1点钟就徛起哩4万点，这是史上的头一届。市场分析师是表示讲，因为通货膨胀下降，加上预期讲联准会9月份有可能会降利息，较乐观的甚至认为7月份就有可能提早降利息，这拢有带动投资者的信心。美国16开盘了后，三大指数全部拢起早盘各破历史新高，其中道琼工业指数开盘1点钟徛起4万点大关，史上头一摆。市场分析师指出，美国4月通膨数据降温，所以带动股市反弹起到历史新高。We don't want to see inflation start to creep back up, right? That has been the word of the month. That's where everybody's really hyper focused on. If inflation continues to do what it does, then we can see obviously, the market continue to go higher and corporate profits continue to be resilient. 分析师也强调，虽然道琼工业指数无亲像标普500或者是纳斯达克指数被看做赢，民间反映市场出现甲投资人的兴趣。不过，道琼工业指数历史真久。第一波大众心中的分量也是真悬，徛起4万点大关，会用提振投资人信心。后美股继续行悬，也缓解利率会阁调悬的几率，甚至7月都有机会提早降利息。I don't see the Fed cutting 3 or 4 or 5 times. I think maybe once this year, perhaps. And so I think, as we watch and wait for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the fewer cuts that ultimately wind up materializing, the more pressure that puts on equities. 全道琼收盘收达等到39819点，不过市场普遍看好美国整体经济保持稳健，未阁衰退，甚至快速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肯塔基州，伫今年3月份有发生一件使人看到真恐怖的交通意外。这是一架拖车为着要闪这下过上黄线驶对向的车，全赶紧转弯侧弯冲去桥边，尾也掉伫半空中。76岁半年的车驾驶哈马斯塞迪路易斯维尔克拉克纪念大桥顶悬一台对向车向冲出上黄线，哈马斯赶紧转弯冲去桥边，弄出护拿。车头挂在半空中，塔马斯最后成功救起来，不过已经惊破胆。消防员用1点钟，亲像蜘蛛人向下卡掉，为车窗将塔马斯抱出来。登起的车头离水面差不多30公尺，相当台湾建筑技术规则自体700层楼啊悬。行车记录器录的这规个过程已经送到法院。肇事驾驶33岁不兰汉15出庭，面临4项指控，其中1项是吊销驾照的无照驾驶。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昨昏时去中国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亲身迎接，两个人随举办会谈，有讨论经济贸易合作，也各有俄乌战争。习近平早起伫北京人民大会堂外口的大厅，亲自去迎接普廷。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了后，两个人随展开会谈。今年拄好是中国甲罗西亚建交75周年，习近平以我的老朋友来称呼已经来拜访几啊届的普廷，伊讲两国的关系进入重要的路站碑。75年来，中俄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习近平讲，中国甲罗西亚双方目前伫贸易、投资、能源、文化甲地方交流等咧持续加强合作。普廷嘛表示，双方伫无共领域建立80个大型联合投资的项目，而且90%的交易已经以卢布甲人民币来支付。За прошедшие 5 лет,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андемии и вопреки некотор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на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екоторым действиям со стороны третьих сторон,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хорошими темпами. 在这个会谈当中，中国甲罗西亚双方嘛对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交换意见。
有分析认为讲，从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爆发，罗西亚受到西方的制裁了后，中国就伫罗西亚东转南进，战略的布局是愈来愈重要。普丁打开始第5个任期，就去拜访北京，显示对中国高度的重视。在这个时阵，中国面临威逼敖来的贸易抵制是愈来愈大，嘛需要为市场找新的出路，所以邀请普丁来拜访，互相合作的意味是真高。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来关心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歌袁永光归香港，是去互香港法院认定讲是煽动国家分裂，所以已经甲伊列作禁歌。法院嘛要求 YouTube 袂使搁放送，即马 YouTube 嘛决定要封锁，无要搁嘛已经照做。台湾香港协会就反讨讲，后摆若是违反香港版国安法的资讯，拢会封禁。啊，若中国即款侵害民主的行为，连一寡网络平台拢照做，未来即款情形、即款例就可能伫各种网络平台发生。袁永光归香港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歌。香港法院伫5月初8针对这条歌颁禁令，认为伊会煽动国家分裂，要求 YouTube 禁止放送。YouTube 第10时表示会遵守法律，32个相关影片拢禁止伫香港放。制止任何人以煽动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歌曲，是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限制责任的正当必要举措。大师大学者表示，这条歌对示威者来讲是团结意志、反抗威权的歌曲，但禁调对香港来讲，唔但是对自由的伤害，也是对民主的伤害。特别是这首歌，伊的象征意义是真大的，所以我感觉这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来讲，也是因为原本的这个民主的一个性格来讲，我感觉是真悲观的一个影响。另外，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表示，这届敢若是禁一条歌尔，但是以后会违反中国国安法的资讯，恐惊嘛拢会封禁止。这对香港吸收外部资讯来讲是有真不利的影响，甚至嘛有可能会变作更加进一步的思想言论的自我审查。不只是对于这首歌，而是任何他认为说反共的，或者抗中的，或者说跟台湾跟中国关系有关的，觉得这个是分裂国家。绝对可以按照香港的那个国安法说，这个是跟分裂国家有关。我觉得未来这个把集权推往极致的时候的一个阶段，就是让每一个人心中都当一个小警钟。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认为，这种代志嘛是中国跨境对民主国家施压的行动，未来嘛真有可能会伫 Facebook、IG、X 等各大网络平台发生。希望国际严肃看待这件代志。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路透社有报讲，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长5月底会去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会和中国的国防部长伫场边进行会谈。路透社嘛表示，准讲因有见面，就会是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2年来搁再面对面交流。继续关心乌克兰军队伫第2大城哈尔科夫是战甲真辛苦，罗西亚的军队离市中心只有10公里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有去前线哈尔科夫市去稳定军心，伊讲局势也是会当控制，也毋过情势确实有影较艰难。也若根据外国媒体的统计，罗西亚的军队一礼拜内已经占领278平方公里，等于是一个台北市的大小。继续关心泰国的首都曼谷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人。泰国官员就表示讲，地势较低一寡所在，曼谷遮因为全球暖化，海平面升悬，21世纪结束进程，恐惊会对海水引起。泰国政府即马嘛正在研究因应措施，看敢要嘛无排除讲看敢要迁都。来关心台北市长蒋万安，即马伫日本访问，伊嘛有发表演说，讲到4月份、4月初花莲大地震的时，台北市安怎利用智慧防灾。东京都地区小池百合子有学了台北市的应变。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即抓去日本因有3项任务，要参加峰会，要加深友谊，买行销台北。Last month, on April 3rd, Taiwan experienced a massive earthquake, measured magnitude of 7.2.
参加2024市长论坛，而且发表演说。台北市长朱万安向40个以上的各国市长来分享台北在地动应变因应极端气候的韧性城市建设。尤其台湾经过控诉控3大地动，台北市有72派厝是拢起超过30栋。研究指出，若伫台北发生规模6.2的大地动，可能会有超过4900栋的厝倒去。朱万安嘛强调岛警的重要性。At 7:58 a.m. during rush hour, I couldn't immediately access the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the EOC. But we didn't waste any time. Taipei operates on the principle of where there's the mayor, there is the EOC. Therefore, within 5 minutes, we all were mobilized. 小弟包合组嘛，学到台北的地动应变，供应对基层软体、硬体整合真完善。台北市政府讲，透过回访日本的老朋友，强化台北的国际连接。小弟包伫2月访台，除了拜会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唯一一个见面的县市长就是朱万安。本日は台北市訪れまして、蒋万安市長と両都市の課題、そしてまた対策などについて意見を交換をいたしました。例えば防災分野での協力、これはもうすでに進んでおります。朱万安已经拜访日本自民党的青年局和自民党的副总裁兼首相麻生太郎，嘛邀请麻生参加明年举办的湘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希望透过交流来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2009年到2016年之间，捌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伫2016年了后，已经连续8冬，咱拢无受到邀请，因为中国是利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来阻挡咱台湾去参加国际事务。有民间团体举办座谈会，建议政府爱先和友邦合作，去对外宣传讲是中国错误解读这个项决议文。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7开始伫瑞士举办，但是台湾自2016年开始就无参与过 WHA。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 Mark Lambert 捌讲，因为中国错误解读联合国2758号决议，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也主张，2758号并无决定台湾的定位。2758号决议 actually 其实只有讲。这个要把蒋氏政权逐出联合国体系，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但是并没有人处理台湾的问题，台湾的代表性。大家听到2758没有去看内容，会以为说是联合国体系有一中原则。那这个一中原则又被扩成一中政策。基金会认为，因为中国错误解读2758号决议文，致使侪个国家、国际组织对台湾的定位有错误理解，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学者认为，咱来参友邦合作，向国际宣传正确的2758号决议文解说方式。我们应该是要让他能够跟友邦开始去联系，去处理这个事情，先把它确认。也就他并没有处理掉台湾的跟联合国的互动关系，因此他应该比照于台湾是比照于非联合国。是非联合国，那也就确认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台湾愈来愈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咱家己换那做了袂歹啊。像台湾的表现不管伫晶片也好，伫公共卫生也好，换那世界一流的。除了透过台湾的友邦、理念相同的国家宣传2758号决议的正确解读办法，基金会认为，台湾即马伫公共卫生、半导体这块领域伫国际上表现出色，咱也要继续支持为家己发声，让台湾伫国际上的声音愈来愈受重视。记者郭林友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造创水南重要的阶段，这是咱台湾头一个国家准母实验室，是高雄兴达港举办动土典礼。总统蔡英文有专工落南去主持。因为这间国家准母实验室按算伫2027年会当完工，就当大大提升咱做船的技术和人才。平安，动土顺利。
总统蔡英文主持国家军务事业室的动土典礼，16号早伫高雄兴达港举行，侪贵宾也到场参加。为2022年开始，国家海洋研究会是结合台湾4间的大学，成立军务试验国家队，伫兴达港来打造台湾头一座国家军务实验室。未来毋但是国家级别造军研究的机构，也是造军专业人才的培训基地。国内虽然有4所大学设有船舶试验的水槽，但是都缺乏耐海性能、操纵性能及回旋臂等试验。而这座我们即将动土的这座实验室完工之后呢，将能补足这些不足。目前实验室规划2个水槽，除了模拟海洋的真实状况，测试准假效能，另外还当进行水下载具的测试。实验室面积大约有13000平方公尺。国海研院长表示讲，实验室成立是对海洋国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步。未来国家船舶实验室的工作将以船舰的耐海性能试验、水下载具的操纵性能试验以及海中结构物水动力测试为主轴，将可以满足我们国安的自主需求。国家军务实验室开14亿外建地，按算2017年完工启用。政府推动创水港国内制造，未来实验室唔免阁挖靠国外资源，也通培训造军产业的人才，增加台湾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记者张一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中有一个陈小姐，伊伫今年2月29满60岁，伊要提早退休去领劳保年金。也毋过劳保局煞甲讲，伊满65岁迄年，也就是2029年，伫迄年是并无2月29的，所以倒头算，伊伫今年3月初1才符合申请资格，所以4月底才会当领到钱。等于是讲，伊有2个月的年金领袂到。2月29出世的陈小姐，伫台中工业区的零件工厂做采工。今年满60岁啊，想要申请劳保的老年年金。42年的劳保年资，伊个逐个月会当领到2万元左右。今年2月，伊去劳保局台中市办事处申请，本来想讲3月底就会当领到第一笔年金。不过劳保局煞认定讲，伊爱3月初1才有符合60岁申请资格，也就是讲4月底才会当领到钱。等于讲2月1个月年金伊领袂到啊。陈小姐是化工报告病。2024年2月29就已经满60岁，就是可以请领的。那年的这个系统，他们要去克服，不是由我们来去做那种救济的申请。陈小姐批评劳保局讲法直变，先开始讲电脑系统无法度拍2024年2月29，爱改用3月初1来代替。后来佫发函予伊，爱伊申请劳保争议的事项审机。陈小姐主张讲，伊今年2月29就满60岁啊，2月申请，照理讲3月就会当领到年金。不过劳保局是强调讲，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陈小姐伫2029年才满65岁，因为迄当年无2月29这日，所以提早5年来清领，倒头算爱今年3月初1才有符合资格。不过律师是认为讲，这款讲法是违反民法。民法那个124条其实有规定，那出生年龄的计算就是从出生那一天起算啊。今年又有2月29号，那今年陈小姐其实很明显就已经满60岁了，就已经符合这个请领的资格。那应该是没有道理再说是从5年后再反推过来。那提前5年，就是从118年3月1号往前推5年的话，它符合的请领资格日期是113年的3月1号，所以它要3月的时候才有符合那个请领资格。劳保局表示，依照内政部函示的规定，一切拢是依法行政。陈小姐会伫4月底领到3月年金，这法律的见解和解说无同款，双方无共识。这也显示2月29出世的民众想要清领劳保的年金，会有认定的问题。记者尤明芳、平焕群台中报道。咱台湾即马是高龄社会，根据调查，去年平均逐个月有6万的中高龄的劳工伫找头路。即马嘛有愈来愈侪餐厅、企业在扩大招中高龄的劳工。一寡公司嘛有特别去改变工作环境、工作系统，要来创造友善中高龄的工作环境。BBH 的阿姨，伊是连锁素食店的员工，当咧替人客送餐。伊今年53岁，伫素食餐厅食头路已经有1档。改变过去餐饮业拢是少年服务生为主的印象，
即卖有愈来愈侪餐厅也是企业，拢真欢迎中国人的员工。这位新老表示，有会了后，感觉创业的工课压力伤大，互人请较轻松。餐厅的工作会当配合伊的生活，所以是选择来这移动就业。因为之前我是自己创业，就是上一个工作让我太累了，我想要就是可以。就是下班没有压力的地方，他的时间是可以跟我配合的。我习惯早睡早起。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去年平均每个月有6万名中国人的人咧找头路，3年来是成长25%。另外，企业嘛愈来愈欢迎中国人的辛劳，提供的工课4年来增加1.66倍。中国人的族群会使讲，这几年已经成做企业的新选择。最近几年，亲像便利超商、连锁速食店，拢开始重新设计上班的环境，亲像甲系统的机来放大、减轻物件的重量，利用新科技来配合中国人员工的身体状况，建立友善的工作环境。我们的中高龄的伙伴已经占到15%哦。我们透过了一些访谈以及现场的观察跟研究，我们去减轻了包括这个栅栏的重量，透过于把萤幕的放大、把字体的放大。或者是把一些文字的东西用图像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中高龄伙伴更容易阅读。另外，业者嘛指出，虽然中高龄的劳工体力比袂过少年人，但因情绪的稳定性较悬，伫咧团队合作上嘛较会主动关心同事，社会经验嘛较丰富，会当发挥团队精神、团结心劳，提高工作效率，对公司来讲好处真多。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520后礼拜一，新政府就要上任。昨昏有侪教育团体、家长团体，也有立委同齐开记者会，因为提出包括推动教师证制度爱改革，和针对升学主义爱做检讨，才会真侪对政府的建议。也若民进党的立委陈培如嘛，呼吁未来的教育部长应该爱对教材、教学这方面和经费来支持母语教育。后礼拜一，新的执政团队特别上任，侪关注教育议题的民间团体和民进党立委拜时共同召开记者会，针对学校、家长、学生和课纲4大方向，向各来要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永尧提出建议。其中，台湾家长教育联盟就呼吁教师证的制度爱改革，让老师对时代加强专业能力。时代不断的在进步。那老师不能用你30年前取得的那个教师证作为永久有效的教师证哈，就像医师一样哈，医师他每6年他就要去换证一次，就让老师可以跟这个时代的进步而随时增加自己的专业能力。大家民嘛希望老师会当有更较宽的眼界，因也建议教育部推动小型的科学论调，增加环境的刺激。另外，人本教育基金会嘛针对教育部提出批评，指出自108课纲施行以来，所要无法度改变普遍的升学主义观念。有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教学改革上跟提升上，让我们可以突破升学主义，而不要只想着什么考试领导教学，让我们改变考试的方法，所有的考试只会领导考试啦。人本基金会指出，应当针对老师家长的观念和师资培训的系统等等去加强和改进。也若伫语言政策的部分，关注母语议题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呼吁新的教育部团队应当对教材、教学方法，也更有经费等等来提出实际支持。友善的语言环境这件代志吼，我感觉是咱学母语吼，学咱家己母语，还是讲外国的语言，拢最重要。伫赖清德总统以520了，也使甲新的教育部长去讨论这件代志，会安怎互咱现场的老师感觉讲有向支持。针对教育议题，无论是家长团体、教育团体，还是立法委员，拢提出侪政策的建议和检讨，希望新的教育部团队伫咧教育现场应当有更加进步和实际的思考甲做法。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要定定母语，除了伫教育，也有伫生活。台南市的教育局为着要甲台语向下定根，和民间团体合作，用新式的戏剧，互囡仔自然来接触母语、接触台语，要来提升母语的能力。协会就讲，今年因总共会去10间学校演出，伊嘛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拓到别个县市。顺行的好啦，我去
关东爷便若出现，就要甲百姓讨钱，食东食铁的行为，大家就要惊死。买手张吉提出自保盆来救助，才顺利化解危机。这出财神来啊，是南洋故事林协会今年度台语戏剧巡回列车戏出，剧团伫内底加入真侪俗语参舞蹈的元素，打造定正式的保育环境。大概囡仔拢真投入，哪看戏哪对咧学讲台语。这侪演员伫舞台顶表演，我感觉这出戏最好看的。希望后一届伊搁来表演。演员伫讲台语，我会学足侪台语的。伫阮的校园内底咧走吼，足侪囡仔拢袂晓讲台语，也是听无。囡仔透过即个戏剧的表演吼，伊会甘愿有一寡吼做伙联系啊吼，也是互动的部分。我就感觉这嘛是一个推广足好的方式啦。教育局连续3档参协会合作，甲台语戏剧带入校园，今年会去10间国中小做演出。其中剧团内底有2个信义国小的囡仔，嘛加入正式演员，用耍派台语参大家互动，因着希望少年辈嘛通参与共款，甲母语扣倒转来。即摆的囡仔做这讲台语的，所以我希望我会当借这个戏剧来，互小朋友有兴趣讲台语。看一寡角色你伫遐讲台语，伊生活中接触到台语，其实对因来讲啦吼，嘛是一种真无简单的学习体验啦。目前剧团拢伫咧台南地区做巡演，伊希望未来有机会通甲剧团延伸去外县市，并且甲宝贵的爸母话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讲袂听或者讲袂顺车，也若有9位中山大学的学生，因是组一个讲袂顺车，是强庙的强。因透过课程做伙创作一出台语戏剧，主要是要探讨强庙、信仰和家庭的关系。在大学生搁走去庙埕演出，嘛设计一寡台语游戏的关卡，希望大家来看戏，嘛爱重视传统文化。迄壶仔水哦，垃圾，而且烧过面拢有毒啊！你查某囝是看病，随身较紧啊。庙埕头前真热闹，中山大学学生当咧排练，要演出强庙文化甲家庭亲情的故事。学生为剧本讨论到演出，开1档的时间。这是学校文学院的课程，其中有福建、漳州甲马来西亚的外籍学生来参加，因拢是对台语有兴趣。除了克服语言的差异，嘛学到台语词，感觉真深刻。有一个声调的差别，特别是讲像。台语的话，有真侪日本的词汇都内底，所以一开始对我来讲，有遮词可能听起来较新，会较去了解。通过这堂课程，我也可以了解到一些跟生命有关的词汇，比如说香灰跟宝贝之类的。有9位学生组的这个团叫做讲袂顺车，因为即马少年人较无熟悉强庙的文化，学生是实际到庙宇调查，连生存服装嘛有讲究，希望互观众通了解台湾的强庙，伊嘛会甲观众互动，譬如讲有约买菜、跋杯、光桥，尾仔阁会有台语文的关卡，互观众熟悉台语文，嘛会当开喙讲台语。一个故事的内容是安怎进行啊？观众就会当讲，可能帮咱摆菜碗啊，还是讲帮咱跋杯啊，这拢是咱内底的内容。学生创作这出台语戏剧，也是因学习的成果。这出戏19下晡会伫高雄沙岛宫演出2场，特别选伫庙埕头前表演，就是要互大家体验过去伫庙埕看戏的感觉。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第35届金曲奖6月29要举办颁奖典礼，伫昨昏公布入围的名单。台语歌的部分，歌手洪立友、柯富凯要搁继续来拼台语歌王。歌后这部分，这边有头一届出台语专辑的原住民歌手班乃和歌手黄辉等等。另外，伫这届台语专辑这部分有乐团灭火器、甲青塘等等。即马台语歌曲入围名单，风格已经愈来愈多元。台语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文化，然后可以有无限可能，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讲台语长时行，用台语创作，也有真侪少年辈加入。台语歌手左亚文发现，台语创作是愈来愈多元。喜欢台语的年龄在逐渐下降，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非为台语为母语人士的人，然后也一起加入制作台语的那个领域里面。
今年金曲奖台语创作车拼精彩，第20届台语歌王翁立友，搁再挑战第35届最佳台语男歌手。独立歌手郑平以伊的第1张台语创作专辑《简单一句话》入围。林俊逸让9年推出的台语专辑《上好的一年》也入围。第31届台语歌王律师歌手苏明燕也来挑战。第32届台语歌王柯富凯这摆也无缺席。原住民歌手本来头一张台语专辑《夜婆》就可以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资深音乐人邢依玲以专辑《一路平安》入围。33届台语歌后江惠琪这摆搁再挑战，出道超过20年的黄辉也榜上有名。过去提名2摆最佳台语女歌手的蔡嘉珍这摆也搁再入围。落尾独立歌手地平简单一句话，独立集团车堂海海人生，集团白火气加河万事兴。本来夜婆、邢美玲一路平安、柯富凯歌舞大学，拢是最佳台语专辑奖的入围名单。金曲奖台语歌曲先拼先为摇滚乐团白火气，第1摆挑战台语歌的本来温暖歌声唱出人生悲欢离合的苏明燕，各种曲风拢有。特别贡献奖，刘清池、郑华娟，刘老师是我们台语编曲的老大啊。那郑华娟女士呢？应该就是从华语到新台语啦。特别贡献奖分别颁予写出惜别的海花，爱拼才会赢这挂出名台语歌的编曲家刘清池，还有今年伫德国离开人间下过华语新台语时代的歌手书曲作家郑华娟。第35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伫台北小巨蛋举办。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伫1934年出世伫中华出世的画家陈景荣，是咱台湾头一个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学术学位的画家。伊毕业了后，转来咱台湾教册，甲西洋画的观念传入来咱台湾，嘛牵教真侪少年辈。即阵伊的创作当伫中华美术馆展出。一百无共技巧创作，有油画、模式，佮有绘画画，这拢是台湾本土画家陈景荣的创作。1934年出世的陈景荣是台湾头一位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学术学位的画家，嘛是台湾超现实主义的大前辈。我会晓的技术是足侪，因为迄阵啊足困难要出去留学，所以我去留学的是像讲按素描，木炭素描，啊画石膏像，这种练习个足好的陈景荣1967年为东京艺大毕业，转来台湾教册。当年社会资源欠缺的年代，陈景荣佮开放画室，予学生来画图，刊升袂少少年辈。伊的学生目前也伫大学教册的陈世强教授就讲，画图这件代志，就亲像是陈景荣的性命。少年的时阵，熟悉伊较大，看伊就是活去咧画图的世界内底。伊少年时阵一天就画10几点钟久，嘛毋知讲伊到底有去困啊，无去困。七分回国的是，袂当出国去旅行，迄阵要戒严的时所以拢去澎湖。去这个男女所以咱乡土这个题材也多。今年90岁陈景荣行过30-40个国家，为台湾、为世界，即阵也继续来创作。色水深佮甜是伊的特色，用画作表达心内所想的，互观众看到思考，嘛是陈景荣的手法之一。这寡丰富多元的作品，目前也登伫咧中华馆立美术馆展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也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代表的作品《蒙娜丽莎》，这幅画是同人知。毋但画出蒙娜丽莎的笑容，就连这幅画，大家嘛拢在讨论，拢在回讲蒙娜丽莎是徛伫倒位，画的背景到底伫倒？定定后代拢在讨论这个问题。即马有专家提出上新的看法甲讲法，因认为蒙娜丽莎背后的风景看起来，蒙娜丽莎是徛伫意大利北部一个叫做莱科的小镇。
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客满的参观人群，差不多拢是要来看达文西的名画《蒙娜丽莎》。伫达文西过身500多年后的今嘛，各种仿的艺术作品，甚至加入现代动画科技的表现方式，嘛侪甲敢若山。啊，毋过也有热爱历史考证的各方专家，探讨达文西这幅画作的所讲地点。意大利的历史学者，捌伫2023年讲有找到画作的所在，都是伫意大利中部的泰拉里纳。理由是背景有画到下过阿尔诺河的桥半圆形的桥坑，都是因辨认的根据。啊，毋过意大利的地理甲艺术史研究者皮佐卢说，伊认为重点毋是桥，是规幅画作所表现的地理景观。You could have a bridge or not have a bridg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And in the other hypotheses, the geology was just incorrect. It was just a bridge. It didn't have a lake behind it. It didn't have the geology. And so we find this limestone, and we can see that it has a very distinct weathering pattern. 皮佐卢所指出，根据伊考证的结论，蒙娜丽莎画作背景所在地应该是伫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一个叫做莱科的小城镇，也就是这段空翕画面的所在。英国的艺术品保存组织认为，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蒙娜丽莎这幅画作的神秘感当然会较减少一寡。啊，毋过对达文西一生会当有更较深入的了解，也算是一寡收获。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7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宣誓就职典礼，台语台全程台语转播，和大家欣赏精彩表演。